有一个合作华价咧替人洗肠的这公司的员工呢，是要来申请霸凌的调查。也毋过外部来的这调查委员呢，煞是替公司处理劳资争议的律师。另外，这劳动部新的修法草案是要限制调查委员的资格，这也正做是议论的重点。即马劳动部是回应讲，这修法呢会伫个细节来补充，也会照程序来保护申诉人的权利。 劳工团体伫劳动部头前大声抗议，因指出，之前华格洗肠公司的员工申请霸凌的调查了后，所发现外部的调查委员是长期替公司处理劳资争议的律师，可能会有替资方讲话疑虑。劳工团体阁表示，劳动部伫今年有提出新的修法草案，内底也是无限制霸凌调查委员的资格，认为修法了后的调查程序也是无公平。 只是一个条文上面的一个宣示而已哈，甚至完全没有对于外部这个委员的资格给予一个限定我想往往这个决定权都会是在资方的手上，很难对我们这个申诉人会有一个保障跟保护的机制。劳工团体强调，这个劳动部提出的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法草案，内底清楚写讲，头家对这场霸凌的调查应该爱客观公平，嘛爱让当事人会当完整表达伊的意见，说不说明安怎叫做公平，认为条文的内容有欠点。劳动部回应，这个修法的内容只是母法的原则，未来会伫细节内底个补充。外部调查委员他们的这个条件、利益回避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是参照性别平等工作法，会在未来的附属法规以及行政规则里面去补充这一些细节的问题，以及这个个案性的一些问题。 针对这个华格洗肠公司的霸凌事件，劳动部嘛表示会按照行政程序，请相关的单位去处理，让申诉人的权利会当得到保障。记者桂宗林、王兴忠台北报道。